一週最後一場港超聯賽事喺旺角大球場上演㗎，由李文主場對住和富九龍城啊！見到李文嘅新帥啦，贊卡路。之前睇李文嘅熱身賽呢，佢哋今日都係用翻同樣嘅正選11人㗎，繼續踢個3中堅陣式啦。開波早段，佢哋喺前場逼搶嘅戰術呢，亦都係奏效㗎。艾利安放個高波上到嚟，巴科爾控高咗，唔緊要，卡拉夫揾得翻個 second 波，右腳掃把腳燙到埋去，爭2至3個波位斜出。嚟到上半場嘅中段啦，巴科爾呢個時候呢就拉咗去右邊㗎。拉咗右邊，咁右翼位嘅陳潤彤咪入去中間咯。控嗰陣有啲甩咳，但係唔緊要，無咗佢揾到加盟李文嘅第一個入波。上半場開咗波只係3個字多啲啫。陳潤彤就揾到佢加盟李文嘅第一個入球啦。熱身賽呢，佢好多呢啲單刀半單刀嘅機會，但係一日都錯失咗，唔緊要啦。嚟到港超聯最緊要唔好再錯過。到九龍城嘅反撲啦，放個長波上到嚟，揾到新中鋒普波域。普波域亦都揾到佢好拍檔古達寶，呢度猜個三角短傳揾到入楔嘅金敏攝左腳一射，過唔到陳家豪。金敏攝就係上季季中加盟球隊嘅。即係李文後場有個高波放到上嚟啦，巴科爾一控一帶，曾金圖一嘢就攔落佢嘅要害位置，踢咗半個鐘啫。九龍城就攞到一張紅牌啦。咁啊，攞完紅牌之後呢，亦都同李文嘅教練團呢有啲衝突嘅。但係成件事就係和富九龍城要喺上半場30分鐘開始就要打少一人，打少一個人代表嘅係乜嘢呢？之後就盡是李文嘅天下啦。艾利安喺邊線立到個波，出到埋嚟中間，張桂華呢度呢接波就竟然甩手，好彩自己亦都救得翻。喺呢個時間呢，其實九龍城成個後防線係有啲慌失失，甚至可以話係有少少散咗㗎。散咗益咗係邊個呢？益咗趙聰吳，佢揾到卡拉夫。呢個保加利亞外援係李文今個嘅重點收購，佢同陳潤彤一樣啦，可以揾到李文加盟。李文嘅第一個入波，呢下劏係劏得好靚嘅，源自於九龍城後防好多空位啦，中堅山齊士殺咗上去，變相呢就令到後場好多空位出現咗，所以下半場啦都要換翻余佩康入嚟塞翻住啲空位。嚟到下半場呢，嗰個局勢冇乜點大嘅變化㗎。都係李文佔據住個主動啦，艾利安呢個遠射呢，就幫佢自己本人熱下身先。因為上季喺高力北區呢都入好多靚波啦，散中咗自己有啊，散中咗後備熱緊身嘅翁許圖。之後九龍城打少一人，站穩咗陣腳之後呢，揾到呢一個嘅反擊機會㗎。余佩康出個高波埋到嚟，古大寶刻意 set 俾後上嘅姜俊賢，第一時間射中咗條眉就慘啲啦。如果呢個入波追成較接近嘅紀錄呢，成場波嘅局勢呢可能會好唔同㗎。但係可惜啲，造成唔到入波之後呢，就繼續李文控制住個大局啦，一路猜到去尾段㗎啦。後邊入踢嘅費利佩速個高波揾到艾利安，啱啱右腳熱完身，今次左腳就入個世界波。艾利安上季喺高力北區呢，同樣地都係入咗好多嘅世界波，唔係世界波佢唔入㗎。呢球佢話係啦，左腳第一時間球不着地，幫李文喺85分鐘埋齋，領先去到3-0啦。呢一個3-0嘅紀錄呢，亦都足夠李文喺第一週可以上榜首，做住第一週嘅一哥。恭喜晒李文！